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毓民踢爆。嗱，今日咧要繼續踢爆呢個泛民主派嘅黑金政治。嗱，根據嗰一份機密檔案披露咧，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亦都先後喺13年6月、7月同埋14年嘅2月分3次合共捐款350萬元咧，俾呢個陳方安生前政務司司長。而家呢個所謂2020嘅召集人啊嘛，嗱，陳太咧就拒絕證實，但係都冇否認。咁但係因為黎智英都認咗㗎啦，係咪？咁佢話因為呢個陳太有一檔嘢啊，就係嗰個2020嗰個組織啊或者智庫啊。咁啊，陳太咧民主阿婆咧就同民主阿伯咧去完美國、加拿大，又去英國。最近去英國咧，又受到冷待。嗱，原來李柱銘作為呢個資深大律師咁搭水，佢一樣有收呢個黎智英嘅錢，係咪？嗱，呢兩位過氣嘅所謂政客，係咪？去收黎智英錢啊，公眾咧就似乎無從置喙，係嘛？咁但係佢哋喺呢一個所謂民主政治嘅發展過程裏邊，係嘛？喺度翻雲覆雨、指手畫腳，係嘛？咁係咪要向公眾交代一下咧？係咪？喂，你做政務司司長，咁呢個算唔算係延後利益咧？係咪應該要交代一下咧？係嘛？至於李柱銘同呢一個所謂黎智英兩個人行係一氣，咁呢個亦都係眾所周知嘅事實，係嘛？講到李柱銘作為一個資深大律師，是非不分，係嘛？即係所謂是非不分，就係講翻同我有關啦。佢喺呢個黎智英即係同泛民個黑金政治、黑金交易嘅事件曝光之後咧，佢咧喺嗰個明報竟然有一篇文，嗰篇文咧就係即係針對黃毓民。嗰篇文嘅標題咧就叫做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咁成篇文章嘅意思咧就係話咩咧？我讀一段俾大家聽下。佢話近年公眾喺電視上看到的黃毓民總是青筋暴現的罵人，在議會裏投擲物品，令市民忘掉了他實在是辯才機智並博古通今。而這些年來，黃毓民對民主派所造成的創傷，乃是中共無法做到的。只因民主派跟中共敵我分明，因此中共的抹黑難以影響到民主派。可是黃毓民卻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但其激進行為的矛頭，有時卻不是指向中共，而是針對立場相對溫和的同盟。他這般顛倒敵友關係，使中共能坐收漁利，豈不是親者痛仇者快嗎？另外仲有一段，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在各自領域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將，無奈卻同樣是衝動起來便無法控制自己。蘇亞雷斯終須為其犯錯道歉，至於黃毓民又打算如何控制自己在立法會內的情緒呢？目前特區的民主發展正處於生死關口，民主派的團結及凝聚市民的支持皆非常重要，所以委實承受不了失控行為的損傷，係嘛？跟住黃毓民你實在不能再癲嗱，我引述呢兩段啊，嗱呢兩段咧就係對小弟係一個抹黑，係嘛？喂，我一個人有咩本事去重創呢個民主派咧？請問係咪？喂，團結關我咩事咧？我哋係為相同而團結，不是為團結而相同。你民主黨2010年我哋推動5區公投嘅時候，你抽我後腿，係嘛？司徒華同埋民主黨係咪？拒絕參加呢個5區公投，不得已仲要杯葛5區公投，同建制派一模一樣。我都冇話你同建制派狼狽為奸，益咗共產黨，係咪？在此之前，喂，即係跟住你又利用呢一個所謂反對5區公投，就同共產黨密室談判，跟住就支持呢個政改方案，係咪？出賣呢個民主派嘅選民。經過嗰一役之後，小弟不斷喺選舉度邊追擊民主派、民主黨，係咪？2012咪得返4席咯，呢個就叫做重創荔枝，但係呢個係選民嘅決定嚟嘅，係咪？你唔講，你是非不分，顛倒黑白，係咪？
今時今日，你係為黎智英、為呢個泛民主派去抬轎，係嘛？然後打壓我哋呢啲推動民主、真正推動民主嘅人，係嘛？根本就無恥，係嘛？正話呢兩段咧，我係另會寫文章駁斥佢。不過同日喺網上有一篇文章就係二次創作，佢講明本文為刊於7月22日《明報》由李柱銘撰寫的蘇亞雷斯與黃毓民之二次創作，用翻佢同樣嘅語氣，係嘛？嗰條標題就叫做卡斯拿斯與李柱銘。李柱銘就寫一篇叫蘇亞雷斯與黃毓民嚟醜化抹黑我，係嘛？咁但係呢一位網友咧就寫咗一篇卡斯拿斯與李柱銘。嗱，我頭先引述嗰兩段咧，即係其實成篇文章佢都係照足呢個即係李柱銘嗰篇咁嘅文章，即係二次創作嘅。咁不過就將呢個蘇亞雷斯就換咗卡斯拿斯，係嘛？呢個黃毓民咧就換咗李柱銘嘅啫。咁頭先我引述嗰兩段咧，咁佢就咁樣講嘅，照樣啦，係嘛？佢話近年公眾在電視上看到的李柱銘總是聲稱自己為港人發聲，在背後卻失去理智地向黃毓民放箭，令市民都忘掉了他實在是辯才機智的大律師。而這些年來，李柱銘對激進派所造成的創傷，乃是中共無法做到的。只因激進派跟中共敵我分明，因此中共的抹黑難以影響到激進派。可是李柱銘卻是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但其連番言論的矛頭，有時卻不是指向中共，而是針對立場相對激進的反共者。他這般顛倒是非，使中共坐收漁利，豈不是呢個係粗口嚟嘅即係我唔引述啦卡斯拿斯與李柱銘在各自的領域都是昔日都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猛將。我要講卡斯拿斯係西班牙國家門將，係咪？無奈卻同樣是英雄遲暮，而不是最當打的自己。卡斯拿斯終須為其犯錯道歉。至於李柱銘，又打算何時放棄對黃毓民放暗箭呢？目前香港政改正處於生死關口，爭取公民提名嘅時候要立場鮮明是非常重要，所以激進派委實受不了偽民主派拖後腿的損傷，大莊你實在不能再退化。嗱，呢個就係用翻李柱銘即係抹黑小弟嗰篇文。